哎呀，好鸡巴臭！呀，耶！你不是那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寡妇见了说拜拜、和尚见了说五安子那个网红爷爷吗？对。听说你会降龙十八掌，正好我会金戈着铁布衫，你打我一下，看我罩得住不？我有说你罩不住，哪有？我罩得住啊！你罩不住啊！我罩得住啊！现在我开始运气了，我希望你用拳，你打我。快点！嘿，我说我罩得住不？我的金刚罩铁布衫不是浪得虚的。目的是多么寂寞。瑶瑶，你瞅你一天，我不是我说你的，满脸大包，长得又丑，大长脸啊，你个胡老娘们儿！我最接受不了别人说我胡老娘们儿了。哎，我操，胡老娘们儿，我。哦，刚刚开始啊，我的就小哎。买过的看看过去就买就够嘛。哦，对呀，以前都没盖用呀。我们等下先。嗯。老子套路了。怎么了哥？哎，我想换座椅啊。行哥，有好的有贵的，你看看要。我经常跑过说，座椅不透气啊，你给我换透气点的。行哥，马上给你换。坐呢？下单了。啊！你说人家那么做的啊？靠背，他不是经常跑高速啊，还透气啊？有这个，连服务区都不要去了。服务区，你在喊什么？你神经病啊！来，你过来，来，过来，神经病，神经病吧。猜猜我是谁？亲我一下。哎呀，干啥呢这是？小鱼蛋啊，来，快喝水，快，瑶瑶，老铁们有个要求，让你亲他们一口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来，可以了吗？亲得到了吗？看什么看呢？信不信我揍你？哦，青龙帮里人呢？看什么看？是不是想打架？